举双手敬拜你主，在你大能荣耀光中，我匍匐在你宝座前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，在你大能荣耀光中，我与众天使夫妇深深敬拜你。这是圣洁之地，神在这里，前来献上最深的敬拜。这是圣洁之地，神在这里，神的宝座在荣耀的敬拜里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，在你大能荣耀光中，我匍匐在你宝座前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，在你大能荣耀光中，我与众天使夫妇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，在你大能荣耀光中，我匍匐在你宝座前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，在你大能荣耀光中，我与众天使夫妇深深敬拜你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，
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无快快受气，阁有丰盛的慈爱。世间情人拢着点情，天生行伫面前，无伫挂入世间俗事，但阮的伊相思，上帝降临伊的圣殿。咱着敬拜心敬虔。是咱来吟圣诗，圣诗第42首。圣诗第42首，我的目睭要举悬来向山，希望我主，我的帮赞是对打落互我，打落想事。我一切帮赞由耶和华来，伊是创造天地的大主宰。我的目睭要举悬来向山，伊无我主。信仰告别，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打胎，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着彼得罗林内受苦，定十字架，死埋葬轮毂，
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我，上天打坐伫全能爸上帝的大名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信徒的上土，罪赦免，肉体过我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这是咱三个来启应文第25篇，诗篇121篇，启文25篇。我要举目望山，我的帮站对倒落来，我的帮站是对耶和华来，伊是创造天地的，伊要互你的脚摇蛇，保守你的的确无拄面。保守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伫你的正旁，做你的阴影。日是太阳无伤你，暝时过也无害你。耶和华要保守你，免受一切的灾害。伊要保守你的性命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守你。对即时到永远。阿门。这是咱过来吟圣诗456首。耶稣的手扶持我，安稳伫伊胸前，忍耐那阴影惹我，互我灵魂安宁。温柔的疼痛的声会解我心忧闷，对阳光天堂降临，常常安慰施恩。
即是咱三个来祈祷。是呢，主，阮感谢你，伫你圣的主日，搁互阮来到遮敬拜。虽然阮心中有惊吓，有即个病毒困扰每一人，求主你用你的保卫牺牲阮，互遐个为着病艰苦，互咧照顾因的人，互因的心会当安静，互因来仰望主你。主你甲平安的定放伫因每一人的心，互阮无过头惊吓。阮知我靠主你有平安，你有用你的保护洗阮的清气，你是阮的关盘、关台，阮的石盘，你是阮的拯救。阮只有我靠主你，人得到大大的赏福，互阮下教会兄弟姊妹会当一概赶紧来聚集，伫主你的圣殿来敬拜。互阮大家无惊吓的心，因为阮我靠主你，那阮即时的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免。恭喜上帝的话记在圣经旧约圣经以西结书22章23节到30节。以西结书22章23节到30节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讲：人子啊，你着对即个地讲，你是袂得到清气的地，伫大受气的日也无落雨伫你遐。伊中间的先知拢结党，亲像刺好的狮掠着所抢的物，因吞食人的身魂，抢人的货财宝物，互因的中间的酒馆人搁较侪。伊的祭司改写我的律法，亵渎我的圣所，无分别圣的甲粗俗的，也无互人分别无清气甲清气的。搁暗目睭无看我遮的安息日，我伫因的中间受亵渎。伊的贵族亲像豺狼掠着所抢的物，杀人流血，伤害人的性命，爱指着不义的钱。伊的先知亲像用花水甲因洗白，看虚假的异象，用白漆甲因占卜，讲主耶和华安尼讲。其实耶和华无影讲，国内的人百姓以为行恶罪，惯练抢人，开负丧约，困苦的，无情理的压制出外人。我伫因中间找看有一人通来围墙，伫我的面前为着即个国徛伫破空的所在，互我无杂物伊，总是找无一个。再来看新约圣经马太福音7章15节，以及16章第6节。马太福音7章15节，谨慎侍奉假的先知，因就群恁，外面是羊羔，内面是凶恶的豺狼。以及17章。16章第6节，耶稣甲因讲：着谨慎侍奉法利赛以及撒
多解人会教，只是讲到破口的风度，咱遮庄牧师。所听下这愿恁平安。咱已经进入第3礼拜的教会直播，因为咱台湾的疫情已经升到第3个境界。但是愿主的平安，甲咱三甲伫地，伊的圣手要遮查咱，亲像咱拄则所念的圣诗，耶稣的手扶持我，安稳伫伊胸前。愿主的平安，甲兄弟姊妹恁三甲伫地。咱伫要开始领受上帝的祝福，伊的应允，伊的保守，伊的话语的鼓励，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来到你的至圣所，虽然阮袂通进入教会的礼拜堂，但是阮的心就是你圣神充满徛起的所在。阮深深相信，无论伫甚物所在，主你的圣神拢甲阮三甲伫地。互阮伫同心祈祷的时，你甲阮围围，成做一个共同敬拜、信仰的团体。阮伫你的面前，尊重你的圣尊名，愿主你的平安即时降临，伫全世界，伫逐所在，特别伫阮德堂教会的兄弟姊妹，愿主你的圣神将平安降伫阮的内心，互阮深深知影，阮的神是活的，互阮深深知影。阮的心是有亏力的，至圣的天父上帝，愿你甲阮三甲伫地。阮拍开阮的心门，阮要听你的话；阮拍开阮的心门，阮要领受你的平安。愿主你甲阮同在，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伫即个疫情的过程顶悬，检查咱会拄着咱的厝边、咱的亲人，因真正紧张。所听兄弟姊妹。这是咱人的本性，惊吓是咱拄着环境变迁的时，咱的回应。总是愿天父上帝所赏赐咱的信心，是会当赢过惊吓，会当带互咱平安的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甲咱的心讲，平安要来，惊吓要离开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做伙通过今仔日的礼拜，咱问咱家己讲：我的信，我的信心。主所予我圣神的同在，敢会当真正带予我平安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因为伫即个时阵，有个人真正伊紧张的时，会讲出真侪惊吓的话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倒来到伫咱信仰的祈祷，咱问咱家己讲：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敢有予咱勇敢壮胆？伊的疼，敢有真正带予咱平安？咱今所念的圣诗465首，耶稣的手扶持我，安稳伫伊胸前。这是教会带予咱的一个祝福提醒，也是同心的祈祷。伫咱学老的时，愿主耶稣伸出伊的圣手，就亲像咱教会上爱迄张图，耶稣抱迄只小只羊仔囝伫伊的胸前，安稳自在。愿咱伫圣神的帮助的中间，咱搁一摆问咱家己讲。我敢有甲圣神有好的团契生活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咱敢有真正，互圣神踮伫咱的内心？咱敢有真正伫基督的中间，甲圣神三角来结连？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领受上帝所予咱顶礼拜，咱伫基督的中间所读的出来记17章第7节，米迦书第3章11节，咱对咱家己讲，耶稣兼耶和华兼无踮伫咱的中间嘛？愿咱伫敬拜的中间，上帝的圣神运行，加做咱的帮助。顶礼拜牧师因为时间，所以讲伫讲到最后，我有切掉这条诗歌。咱常常甲咱的主日乐的囡仔唱一条歌，讲有主在我，歹势我不要唱。有主伫我的船上，我就不怕风浪。这是咱常常咧甲咱的囡仔所念的一条诗歌。兄弟姊妹。咱兼嘛应该嘛用这条诗歌做咱的祈祷嘛。伫咱人生惊吓这个亲像要破去，风影已经淹满咱的惊吓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就唱俄勒诗歌，咱就唱凯旋的诗歌，咱就赞美，因为咱的上帝掌权，摇啊摇啊，直到
咱安伫天家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伫顶礼拜咱嘛有读到诗篇27篇第1节，主的光要拄去人心中的惊吓。兄弟姊妹，咱安尼深信，咱安尼挖靠，咱安尼经历。愿天父上帝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这礼拜有几工是伫风雨了后出日头。我真爱咱德堂这个真水的土地，咱德堂有真水的田园，所以当阮出去伫散步的过程顶悬，忽然看见伫迄个下晡时，风雨了后。有真水的蓝天，有真水的白云，所以伫迄个日头咧看天的时，我忽然有一个感动。王主啊，求你扫除所有黑暗的惊吓，主求你赏赐阮开阔的心。所听兄弟姊妹，咱若头壳累累，有时咱所看到就是物质，但是咱若日头看天，咱应该要甲上帝讨讲，主啊，求你赏赐我开阔的心，真正将平安放伫阮的内心。这是咱互相的祝福，求天父上帝开咱的眼界，将愿望开阔的心放伫咱的内底。今仔日的圣经，互咱什么种的帮助呢？今仔日圣经到底咧对咱讲什么话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今仔日这礼拜中间所读的圣经，第7礼拜咱常常用这段圣经来做祈祷。牧师要甲咱做伙分享2个祈祷。第一个祈祷就是伫这个武汉疫情的过程顶悬，咱的政府真侪遮防疫的检调单位，常常伫媒体的顶悬甲咱讲，要做好防疫工作，戴口罩、喷酒精、勤洗手，到咱的喙暗常常洗手，伫上帝的保守的中间，咱嘛要做伙来做这个属灵的防疫。我个人感觉，其实病毒并不是上危险。上危险有时就是咱心中的惊吓，心病无药医，惊吓常常真正真困难有平安。所以伫今仔日，我若要做伙祈祷的中间讲，求上帝保守咱出入拢平安，大大小小拢平安。除了这个以外，求天父上帝，互咱的信心是一个盾牌，咱会当将这惊吓赶伫咱的外面，咱伸出咱的双手交叉。就亲像属灵的军装，咱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斥责迄个外面的搅扰惊吓拢离开咱。所以，另外一种的防疫防疫，就是拒绝惊吓搅扰离开咱的心内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用主耶稣基督的保护，甲咱刻印真侪一个属灵的记号。圣经讲，咱要常常带着耶稣基督的记号。迄个刻印伫旧约的、伫圣经的原文的意思，就是亲像一个奴隶，伊的主人甲伊买了后，伊就用一个烧烫烫的铁啊，甲伊做一个记号，刻伫伊的手中，也是伫伊的头壳遐。对今仔日开始，耶稣基督的烙印，迄个记号就要带伫咱的内底。无论去到什么所在，黑暗的关系看到咱，伊知影，这个囡仔、这个人是属于耶稣基督。因无再条侵犯咱，所以兄弟姊妹，聪明的人甲因的厝起起来，聪明的人甲伊的信仰的地基起起来，起伫坚固的石盘顶悬。愿天父上帝今仔日，互咱所有参与礼拜兄弟姊妹，对今仔日开始，咱真做一个勇敢壮大的基督徒，无容易惊吓。愿主耶稣基督的保护，这个记号，除去所有即摆要吞食咱的平安。因为惊吓常常会扭曲咱的平安，当惊吓入咱的内心的时，常常咱的平安就受这个黑暗的关系，甲咱扭曲，甲咱捆绑。愿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心毒比病毒有时更较可怕，因为惊吓对咱的吞食，亲像好塞，惊吓常常会吞食咱的信心，惊吓常常会隐瞒咱的平安，总是。伫礼拜中间，咱要讲，我靠迄个家庭我开力的，耶和华我的上帝；我靠迄个拯救我的救主耶稣基督；我靠迄个踮伫我内心的圣神保卫师，我要得到真正的平安。所听兄弟姊妹，请听耶稣甲伊学生所讲，一个真要紧的信仰的功课。因讲耶稣甲伊学生讲，恁着爱提防
恁就爱谨慎，爱防备法利赛人的教，撒都该人的教。这段圣经来用来伫今仔日，咱要共读的时，耶稣嘛要甲咱讲，你爱提防，因为有真侪人讲教教的信息，因袂通解决问题，常常制造问题。咱是基督徒，咱爱真做一个有能力解决问题、通分别问题、无制造问题的基督徒。今仔日有人甲咱讲啊，台湾要死啊，因为迄个疫苗拢袂当来。兄弟姊妹，毋通听遐个教教的声音，咱嘛毋通做迄个传迄个互人惊吓的信息的基督徒。所以谨慎，咱伫互相咧联络的过程中，无论你用 LINE、用 Facebook， 还是用什么种的信息，咱尽量减少传迄个互人惊吓的信息。咱安全祈祷，伫咱做袂来的事交互上帝，伫咱做袂来的事相信。咱的政府因为一阵已经拼命，对去年到今年，可能无暝无日，伫病院、伫所有系统顶悬，咧为着台湾咧做这防疫的工作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是一个用祈祷来解决问题的基督徒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所以今仔日有一个足要紧的圣经的主题，就是防备，就是今仔日咱咧讲的防疫。将迄个惊吓，将迄个骄傲，将迄个无智慧、无理性的情绪，咱家记述伫我的生命的内底。撒都该人会教，犹太人会教，伊咧讲的就是一种无健康、无正确的思想。咱会通想讲，伫即个世间有时人用迄个无健康的信息、负面的声音咧搅扰咱的时，耶稣讲。你爱抵挡伊，爱甲伊讲，撒旦提去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所读的两段圣经，其中一段伫马太福音第7章15节，伊讲谨慎持防。谨慎持防，这个意思叫做 proseko， 这个字中间有一个真要紧，最后迄个后半段，伊用两个字来斗做伙。第一个字叫做 pros 的意思伫英语叫做 against。against 的意思就是讲，当黑暗的攻击，我就爱提起我的盾牌，甲伊挡伫外面。echo 就是咧讲起自我，我是一个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人，我应该带有上帝的形象伫我的内底。我爱保持我的原则，我爱保持上帝所予我的平安。所以，持防的意思就是好好保护家己。第二，这段圣经中间咧讲起假先知，假先知伫圣经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讲白贼的。今仔日伫媒体的人有人故意用伊的立场，用伊的想法，故意讲迄个似是而非的信息，这就是假先知。所听的姊妹，奉耶稣基督的性命为伊祈祷，渴望伊会当点点，无搁再讲假的异象、假的福音。愿天父上帝帮助，因为这种的人，就像今仔圣经讲，因是披着羊皮的人。伊讲外面是羊羔，内面是凶恶的豺狼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无你惊，爱听牧者的声，唔通听豺狼的声；爱听牧者的声，爱听圣神的声，唔通听这个搅扰的野狼、豺狼的声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所以今仔日的这段圣经中间咧讲，谨慎持守假先知，这个真正的意思两个意思，一个就是好好照顾家己。所以的姊妹，今仔日上好的防疫就是唔通拍拍走。有个人天气无聊的时，就走去甲人开讲，想要买两个小菜，大家做伙伫迄个所在，啉一个小酒。兄弟姊妹，上好的保护家己。就是安静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伫今仔日咱咧看新闻的时候，若有搅扰你莫看。牧师毋是叫恁做一个无知的基督徒，毋是要做一个完全对社会无关心的人。因为有时迄个好无好的新闻是搅扰咱，互咱成做一个无平安的人。咱若知影就好，咱就无需要互伊来影响咱。所以愿咱伫今仔日圣经中间第二段马太福音的16章第6节。撒都该人会教，
这段的意思就是咧讲起错误的信息。耶稣真感慨，当时有一群人因咧交了天国的福音。当耶稣传天国的福音的时，撒都该人因伫迄个所在咧讲负面的信息，伊讲无够哇，这种的应允。今仔日嘛是安尼，有真侪时阵，咱咧传恶梦的信息的时，咱咧传一个积极乐观的信息的时阵，有人会甲咱讲负面阻挡，伊讲卖讲啊啦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但亲像今仔日圣经讲，下课的意思就是，我是什么种的人？我是基督徒，我应该就爱有基督徒的印记，有耶稣基督的印记。所以这个下课本身伫英语嘛叫做自我，也是讲回声、回响、山谷的声音的回响。但是下课咧讲的嘛是亲像ego，就是自我，意思就是应该爱好好扮演上帝伊的形象所创造基督徒的本分，好好持守你信仰的原则，好好持守上帝应允讲愿恁平安。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知影讲，这个坚持伊的原文是圣经翻做，好好把握上帝已经互你伫你内面的遐特质思想，好好保守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所以伫今仔日咱咧讲防疫的过程顶悬，除了挂口罩以外，所听的日子嘛，有一重要件就是穿属灵的军装，将这个灯牌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交叉的十字架，咱来抵挡所有遐负面的思想甲情绪。伫这个虚假的世代，保护家己，活出上帝所赏赐你真水的你的生命形象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咱搁一摆安静问咱家己讲：我愿意成做一个有信仰的力量的基督徒，或者我要亲像一只船破去，伫迄个真侪搅扰中间摇来摇去。充满惊吓，当然，咱要讲耶稣基督的听，到我对伊的信，要互我勇敢壮大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搁一摆，咱除了挂口罩以外，搁较要紧，就亲像箴言讲，爱保守你的心，因为人的心是一切结果子的源头。愿主帮助咱做好心防，伫咱的信仰的过程顶悬。互真侪这个属灵的病毒离开咱。咱伫这个人生的征战，伫信仰的路程，其实咱真辛苦，因为这个世间有真侪世俗化的思想，有真侪搅扰的情绪，一直不断咧影响咱。兄弟姊妹，唔免惊，咱就亲像一个啥物拢唔捌的囡仔，咱甲主耶稣讲：抱我伫你的行程，求你帮助我。咱的信仰的老师保罗有甲伊的学生、甲伊的囝儿、属灵的囝儿提摩太，伊甲伊讲：我要将上帝的命令交互你，你就爱常常坚持你的信心、甲清气的良心。所听的姊妹，防疫最重要就是伫破壳的所在做一个保护者。什么所在有破壳，我就用我的生命来甲伊保起来。该弥补起来，伫我的家庭若有有破壳、有惊吓咧攻击我的家庭，我就要用祈祷来守望，用祈祷来给补破空。所以，的姊妹用信心、用祈祷来做一个补破壳、补破空的基督徒。说使你的朋友，迄个来的族群中间，留咧传迄个惊吓的信息，你着用祈祷来为因祝福，莫参与伫迄个辩论。参与伫迄个软骂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才做一个伫破壳中间来弥补伤痕的基督徒。祈祷就是上好的精神的开力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所读的这两段的圣经，马太福音也好，以西结书第22章也好，特别是以西结书中间咧讲起伫一个黑暗的社会中间，有假先知，有假祭司，有歹的政治领袖。嘛有一群世俗化的人民，伫咧中间讲甲足清楚，遮个人贪婪不义钱财，遮个人用因的关系去欺负遐弱势者，遐个先知讲假的预言，遐个祭司黑白讲上帝的话，
兄弟姊妹，你若斟酌个读，你就会感觉讲，敢有这种的社会吗？所听兄弟姊妹，愿咱伫经生的中间无失望，因为自古以来人类拢就是安尼。自古以来人类的社会无迄个完全的、绝对的有良心、清气、完全的社会。所以圣经无论是伫旧约、伫新约，拢咧讲起人生活伫这个黑暗的世代，独只有上帝的光，会当互人辨明生命的道路。所以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无互这种的人类社会的黑暗，甲咱所看到的败坏来失志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黑暗的中间发光，因为上帝讲，恁就是世间的光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以世界书伊伫头先讲，这个世间是一个无清气的土地。这句话讲到，互人心惊震动。伊讲，我的先知以西结啊，离去传上帝的话，对这个土地讲，伊讲，这个土地是一个无得到清气世俗的土地。愿天父上帝用主耶稣基督的保护来甲咱洗清气，互咱会当反省咱的教会是毋是有无适当的所在，互咱反省咱的信仰是毋是有无适当的所在，互咱来反省咱的社会。事实上，咱会发现讲，今仔日咱的社会并无遐尼凄惨，但是咱的社会依然有一寡无适当的政客，咱的社会嘛有一寡无适当的基督徒世俗化、贪婪不义的钱财，用家己代替上帝。愿天父上帝怜悯帮助咱，互咱斟酌警醒，无上帝的话南山讲，无上帝的名南山称呼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做一个真正会当认捌上帝的话、读有上帝的话基督徒，无搁再做谤读上帝、扭曲上帝的话、贪婪不义之财、欺负弱势者。主帮助咱，咱做一个守望的人，咱要杜弃这个世间真侪这虚假的现象、世俗化、滥权、传假意象。求天父上帝，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上帝讲，主啊帮助我。因为伫以西结书这段圣经最后一句话，上帝讲：我咧找一个会当做破口防堵、重修围墙。我咧找一个我的奴仆，伊会当重新起造耶路撒冷的城墙。我咧找一个人，伊会当代替我伫破起来的中间，用伊的性命来做补破网的人。但是以西结书22章，伊讲上帝找无人，较有接悲哀。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上帝讲：上帝，我虽然含慢，我嘛知影我是一个无完全的人，但是上帝啊，用我做今仔日的以西结，用我做今仔日的以西结，我要伫黑暗的世代讲真实的话，求天父上帝帮助我。所听兄弟姊妹，咱无坐咧土气，咱无坐咧惊吓，咱要讲上帝。伫今仔日的防疫过程顶悬，已经有防疫中心。伫今仔日的防疫过程顶悬，已经有全台湾对台湾头到台湾尾所有认真的医生甲护士，主要要祝福伊，互这群人认真来做医疗的防疫的工作。但是天爱遐上帝，求你互我做一个心灵的补破起来的人，对我的家庭开始。主，我虽然袂当做医疗的工作，但是我要做传平安的信息的人。伫我的家庭、伫我的亲人中间，若有人心中惊吓，我要用一个信息传予伊，我要用祈祷伫伊的背后为伊来做祝福。我要做一个伫惊吓中间做补破网的基督徒。愿天父上帝听我的决志。主啊，你找无人，我是5块饼2尾鱼，我是上含慢的人，但是主你若愿意，请你使用我。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用这句话做咱的决志甲祈祷。摇花咱的上帝讲，我伫因的中间咧找看，是毋是有人会通来围墙？围墙的意思就是讲，重新来修起造耶路撒冷的城墙。
我要找一个人，伊会当伫我的面前，为着这个国，为着这个无清气的地，伫破起来的所在来做补破网。所听的姊妹，是你，是你，是我，是咱。上帝咧找咱这间小小的庄稼教会，上帝要用你成做你的亲人的祝福。虽然咱嘛会惊，但是愿上帝，互咱将平安的信息大声唱出来，互人听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拢讲：主啊，我愿意；主啊，我伫遮；主啊，我要为着阮的教会所有兄弟姊妹做守望的祈祷。现在我无法度亲像牧师讲道，现在我无法度亲像牧师带查经班，但是我要做一个无人看见，但是跪落来为人祈祷的基督徒。为着我的家庭，为着我的朋友，所听的姊妹，咱做伙来见证，咱的上帝已经软弱的和勇壮的见效。咱来见证，上帝已经卑微的和迄个富足的人见效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：主，我伫遮，请你采用我。我愿你伫黑暗的世代做你圣洁的见证。我愿你伫一个无清气的地，伫一个世俗的地，伫一个贪婪不义之财的社会，我要永远坚持。我的上帝，伊是我唯一的主。今仔日世界对我来讲，已经定死伫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顶。对这个世间来讲，黑暗的关系袂当吞噬我，因为对这个世间来讲，我已经定伫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顶悬。咱有分别，有所为有所不为。咱有分别，咱伫行行中间有平安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甲主讲：主，我要伫黑暗的世代做补破起来的人，因为你已经将这个职分交代给我。传福音的意思是什么？传福音的意思不是甲人招人来洗礼尔，传福音的意思就是伫行行的中间有平安的信息，伫黑暗的时有光明的愿望，伫绝望的中间有上帝所赏赐，无人会当夺取的愿望。所听的姊妹，咱的信仰的前辈保罗甲咱讲，爱相存信心，相存清气的良心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同齐用今仔日个礼拜，咱做咱的决志讲：主啊，我要伫行行的中间传平安的信息，我要伫破空的中间来做补破网的人。主，我要为你传平安甲愿望的信息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：主帮助我，我要做一个伫破起来中间补破网的人。检在我无法度解决今仔日台湾所拄着这个问题。检在我毋是一个有能力通解决问题的人，但是上少我无爱做一个扩大问题。就是当真侪人咧讲负面的信息的时阵，我对伫后壁讲尻川后话，对伫后壁食小话冷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无成做一个制造问题的人。咱袂当解决问题，上少。咱无制造问题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定心来到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耶稣讲：主耶稣，我愿意；主耶稣，我伫遮，求你互我传递平安甲愿望的信息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听到这个话，求你的圣神。将你的话写伫我的心中，互阮知影你伫阮中间。我安尼恳求，感谢，我靠你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所听呀，这咱来用这条诗歌来做咱的祈祷。愿主耶稣会听，将伊的平安放伫咱的生命中间。来用祈祷的心，咱为着咱看袂到兄弟姊妹唱这条诗歌。
耶稣的疼，听你充充足足，耶稣充满咱家家的心。听你，伫你心中最大的福气就是耶稣永远听你。伊要救咱，亲求你，伊要带咱发出更好的方式。亲求你，家家的心，伫你的心中最大的愿望就是耶稣咱领受主耶稣所受所的平安。求你。咱伊真求你，求你脱离罪恶，伊因带你踏入光明进入光明的国度。耶稣听你，伊真求你，耶稣永远听你。主，阮知，无任何事，无任何人会当阻挡阮，过当你所带来上帝的疼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伫阮软弱的时，你成做阮的帮衬甲拯救，互阮软弱的信心得到扶持。耶稣，阮感谢你。主耶稣，求你嘛拯救我的亲人。主耶稣，求你嘛引带我的朋友，带台湾进入光明的国度。祝福台湾真侪清气的土地，真侪上帝你所祝福美丽的国度。兄弟牧师要甲恁分享，伫咱用这条诗歌做咱的祈祷的时，咱就带有耶稣基督十字架记号。圣经甲咱讲，带有耶稣基督的印记，带有耶稣基督的烙印。你会通伫你的额头顶悬，家己画十字架，用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，求你怜悯我。伫你咧画十字架的时，你甲主耶稣感谢讲，主耶稣感谢你用十字架的宝血，你甲我做记号。你嘛会通甲你的亲人，特别是你的囡仔，伫因的额头顶悬，甲因画十字架，甲因祝福。愿天父上帝帮赞，祝福人毋是牧师的特权特权。祝福人是每一个基督徒拢会通做的工作。第二个所听的姊妹，当咱咧行平安礼时，你会通学习一个祈祷。你甲上帝祷讲，主，我将惊吓放伫外面，我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建立一个十字架记号，用双手交叉
真做一个交叉的十字架。你伫祈祷的中间讲，主伫我的厝内有平安，我要将所有黑暗的关系拒绝斥责伫黑暗外面的世代。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斥责所有的惊吓、所有的搅扰，包括迄个人所惊的武汉肺炎的病毒来关伫迄个外面，我将伊交予主耶稣基督的手。兄弟姊妹，咱会当做这种关门跟开门的祷告。关门跟开门的祷告，开门就是意思存在咱的双手，领受耶稣基督的平安。关门的意思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拒绝所有的惊吓、病毒，无来侵犯我的家庭甲我。兄弟姊妹，愿恁平安，愿恁平安。咱来请世长执事来甲咱报告。所听兄弟姊妹，牧师要邀请恁，恁若有参与今仔日咱教会下礼拜的兄弟姊妹，恁会当伫咱的 YouTube 顶悬点个赞。牧师的重点毋是要爱恁冲高咱教会的点阅率，毋是。就亲像牧师看袂到恁，但是恁若点一个赞的时阵，恁就是咧甲牧师讲：牧师我伫遮。牧师虽然无法度看到恁坐伫下面下礼拜当做礼拜，但是恁点一个赞的时阵，牧师就好亲像看到恁讲：牧师我伫遮。你甲牧师讲：牧师耶稣嘛听你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你点赞的时阵，别人看袂到，只有教会电脑管理人员看会到，因为咱将迄个点赞的点阅率的人数关起来，因为咱的教会无希望咱是咧增加点阅率的教会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恁会当伫这礼拜是恁会当甲牧师好好说，然后伫教会咱的直播顶悬点一个赞，耶稣实在赞。也是兄弟姊妹，愿恁平安。即时我来报告，咱看本周拜三的祈祷会，暗时8点，咱嘛用线上的迄个直播来敬拜。拜六的查经班嘛是共款，7点半用线上的直播。咱圣感的服侍下礼拜，咱请师会请帮关执事，司琴请刘一鸣兄弟。新眼光的读经表，咱才安尼灵修，具体交通。疫情的期间，愿上帝保守大家活好圣神的保守，毋通过度惊吓，做好咱家己的保护。出外时爱戴口罩，入门爱洗手、喷酒精，尽量避免无必要的外出，互即个疫情早得到控制。第二，牧师提供线上的查经，愿参加的人下载软体，加入德堂教会查经主群。若有问题，请联络牧师，也是医生。第三，咱为生日的人来代祷，事项为台湾的甲世界武汉肺炎来感染期来祈祷。第二，为生命欠安的兄弟来代祷。第三，为教会青少年新灵的甲课业来祈祷。第四，为适婚青年的婚姻来祈祷。第五，咱为姊妹教会来代祷，妇人以及一多好大个来代祷。即是咱来吟上行圣诗513首。上行圣诗513首，愿主赐福保护你，愿上帝阳光遍照你，也用慈悲款待你，愿耶和华常常看顾你，赏赐你平安。今时线，咱请张牧师接祷。保护你，愿上帝阳光遍照你，也用慈悲
你，愿耶稣华上上我鼓励，小顺利平安。阿门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，天父上帝疼痛，圣神的感动，相当扶持，甲恁众人三个地地，对即时到永远无尽。阿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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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愿恁平安，灭得必会。大家平安。